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连咪，咱来读这个《龙德山》，我想要来做一个分享看下。我只咧查一个词，所以这个山我应该来，走去对，走来遮，换另外一个方式较好。其实嘛是会使啦。好啦。安尼嘛好啦，用即个，为结果才决定甲学校设伫咧两个庄头的终点婆罗门村，号名做湖口公学校。因为赶要伫咧9月新学期开学，所以按即年的春天开始，就伫咧村边起造一栋宿舍，和几栋校长和教职员的日本宿舍，而且开破按婆罗门到学校大门差不多两钱的距离的通路。这一切拢是团行先生负责筹划，因为村里的唯一会晓讲日语的，就是伊。想要和新德州厅的日本官员交涉，当然也非伊不可啦。伊敢若是教师，又搁校舍，也非伊不可。所以整个半年，伊四界奔波，无应该嘛真落脚。这个时阵，伊早就杨梅公学校辞职，甲教职辞掉，准备另日来这间新起的湖口公学校教册。执教当然就是教册嘛，只是我就讲，有当初因迄个啥，讲怎样执教，比较剔过往甚密。当然有当初一寡迄个叫做啥，迄个叫做用字用词的时阵，就真歹讲啦。一下过往甚密，不过我觉得中文属像过从甚密，迄敢是较负面的。所以反正就是咧讲因两个人，真么济吧，敢会使安尼讲。年岁小啊，阁是少数有读册的人嘛。伫这段学校筹备期间，谈啥，或者是讨论未来学校的计划。若你是团行先生伫咧监督工程的时阵，甘良志也定定带东南去工地看团行先生指挥一切。7月一个热天下晡，炎热，7月应该是讲长热的时阵吧。7月长热的一个下晡，甘良照顾咧有利诱带，树熊还是教熊？炎热炎热，这是热情，这是热天啊，所以热天是炎热啦，长热，长咧热，拿火烧包，够笑。炎热就是热嘛，热翕翕。7月的一个
当热下晡，江永志又搁带东南来湖口公学校，看团庭先生指挥10外工人伫咧做路。这个时阵，学校的宿舍也已经起好，只是还未到堂。拄好有一台牛车载一车的玻璃窗啊，团庭先生就离开迄阵工人，引带迄台牛车，引带迄个牛车夫入来校门口，叫伊安怎到堂啊？遐个工人一个等团庭先生走，就停止吐头，一个拢徛咧插，这是啥？什么签吼？十字镐，有诶是讲要做什么丁字镐啦，伊迄就是一个工具嘛。啊，搁什么低头，骨啊，尖喙骨啊，大骨，好，逐人负责个工课无共款嘛，一个人刚好都负责一种工具尔，你无可能又搁低头又搁大骨啊，所以一个就凭咧大骨，是才是低头，切竿，部分就开讲起来。有一个20出头的少年人，好啦，20出头含工农志有熟悉的工人着鸡仔底歪歪，烫鼻涕，喙里粉加咧，行去到工农志的面头前，先向伊烧照喙，然后半跍在东南的面头前，微微啊笑，甲伊口水哦，这应该是口水吧？打趣哦，打趣有人啊，无一定是口水啦，就是安怎讲？是讲，打趣安怎讲？打趣，趣味还是微微啊笑，还是心实？People speak justly of a person's appearance or manner. 创劲，这两个词拢毋是介种。创劲 people 亏败，嘛是用创劲。创劲到底是啥？滚床球，还是刷顶？你看有啥物解释？无嘛，无啥物解释，就干啦。就是创劲的打趣啊，所以创劲people， 所以囡仔来啊，教也是这个学区的就靠趣味咧讲，有可能微微啊笑，就趣味咧对伊讲，难得啊，你敢有要伫一间学校读册啊？袂啊，当然着一直咧点头。但是这间学校若准讲起好，但嘛无必要你读呢。迄个工人哪讲就哪口洗滑头看学校的宿舍。当然本正就是爱读册啦。听到迄个工人安尼讲，心肝底自然就无讲介欢喜。但是这课也是激起伊更较想要伫一间学校读册欲望，所以就甲敲转去迄个工人讲，反唇相讥哦。这敢会使讲反唇相讥？这个时阵当然可能才几岁，所以当阵啊，迄无一定是安怎讲，大人囡仔真差嘛。旋倒转去，对嘴艺西，对嘴三下，算讲无咧落软的就对啊。
个一个是要后白讲，大家来后白讲啊。对嘴艺说，对嘴艺说。一嘴倒口，有一个反，所以就口倒转去就对了。头前是直接打去，后壁是直接反唇，所以迄个打去，可能会使讲笑亏啊笑亏，你甲问下，笑亏啊笑亏，伊毋是干那笑尔尔，笑亏啊笑亏，你敢有要想要第一间学校读？要听到到底了，就甲旋倒转去讲，我偏偏要读一间学校，人偏偏就无要互你读，我偏偏就要读，人偏偏就无要互你读，吼，囡仔性才会淡仔咧，共款的两句话，淡仔 A B A B A B 一直来一直来，安尼人甲当然是家己出去，差不多叫咩地拳头对迄个工人，即个时阵团员先生就已经按校出来啊，拄好含江龙志相长头，听到迄个工人伫咧人当然笑，就真大声对迄个工人讲：啊，你哪会咧甲囡仔讲即种耍笑啦？学校起起来就是要用读的啊，哪有迄个无要用读的道理啊？迄个工人翻头，挖头一个看到团员先生，就感觉无意，就甲粉起了花，过咧啊滴互正，就搁转去原来路里吐土。看到工人一个行远，团员先生就来到东兰的面头前，喙笑目笑问伊讲：东兰，你今年几岁啊？7岁。东兰目睭捏咧就回答团员先生：10岁7岁哦。团员先生就进一步问：伊是8月出世，进7月，搁过一个日就满6岁啊。江良志就伫边仔补充讲：周天是规定满6岁才会当入学啦。即间学校9月开学，迄个时阵当然搁拄满6岁啊。当然，这实在是有够好运的啦。即间学校就袂输，特别是为你开设的啊。团员先生伫咧望当然的头，哪讲，目头就搁这个中文哦，眉宇更见开朗。我讲这是什么歌歌啊？我是感觉应该是就是笑一个搁较迄种的吧，应该是安尼吧。这边哪翻译？那咧无中文咧讲目吧，我是感觉台语可能讲目睭吧，笑甲目睭规拢美起来，我是感觉。我就讲嘛，甲迄中文汉字逐字拢甲读到台语，纯粹听台语的人敢听有？团hình先生望东南的头讲，眉宇开朗，靠北，这是问哪骗笑。听到团hình先生意料之外的话，当然欢喜甲袂动志，就目睭瞪甲大蕊，迄个学校的宿舍，现出真羡慕的眼光，一瞥羡慕的眼光。我就讲写起来，我是感觉欺骗阮即种中文无讲介好的，敢若真正足厉害安尼。也毋过即种中文嘛是假鬼假怪的尔。只是江良志拢点点无出声。啊对啦，两个周天有来一张批啦，讲公学校开校庆典迄天，新竹周天的一寡厅长含一寡官员拢要来部落本参加的。团员先生就回头对江良志讲，江良志甲手骨放伫咧身躯后壁，这件是背手还是啥物货？双手压伫卡照片后壁，开始点点啊咧踱步漫步，可能真正衫无毋知要安怎来款吧。
漫步，我想看漫步敢有？伊是讲漫步，热蛇，漫步，弯来弯去，猛行，散步，散步，行行咧，行骹花，行线。行骹花行线，对我较有想这个，因为我记得这个动作应该就是怎开始思考。有一寡读册人伊哪会来这招的啊？当然啦，坐你桌仔边的时阵是桌仔边的想法做法啦，啊若毋是坐咧，或者是当初就是徛起来开始行，啊开始行了就怎啊？小范围内底行来行去，行线行骹花，散步蛇，我记过一字啊，应该是伊讲啥物踱步啦，看卖踱步，踱步，行82步，行骹花，所以这个是该当作相款的就对了。我不想睡觉，对不对？所以慢步甲踱步，伊是当作相款的。行骹花，就开始行骹花。手骨反翘，哇，反背卧子，这个动作要安怎讲？双手放伫咧脚趾胛后壁，江两字，双手放后壁。这个到底哪个？双手。敢袂使讲，这是翻背，所以双手放后壁这个动作，是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对啦，所以长期按它，江两字双手放后壁。开始点点仔咧行骹花，团体先生对伊咧行骹花。到时全部咧问的人也拢要集合伫咧公学校的头前来参加庆典，决定是非常热烈。我听讲用决定啦，因为决定甲即个决定台语的决定嘛有绝对的意思啦。啊，中文华语就是决定换决定，绝对换绝对安尼。团体先生就继续讲，咱若江良志就继续咧行骹花，拢点点无讲话。两个团体先生总算个摇头，伫咧看江良志，对伊讲：“你时间爱来参加哦，要来参加就对了。时间再看啦，时间再看。应该是安尼，但伊可能讲边看吧。到时再看看，到时再，这其实都是古早啦啦。
实在是官方的事务要直接拒绝，就佫毋敢，所以讲死到边看，死到边看，高雄市连看也无看，继续头咧咧，家己伫咧讲。你是保罗文上有面望的人，这连官听嘛知。你若无来吼，阮村就无民主啦。你一定爱来哦。团员最后佫强调伫咧讲，尾啊，逐工中昼下尾暗啊，团员先生伫咧工农市因兜厝里休困，也是开工的时阵，团员先生也总是佫提起爱请佫提起请工农市来参加开校庆典的代志。若工农市也总是点点无应为。总是一直等到团员先生三央托四邀请，三央三托四，吼，这三请四请，当然中文应该冇即一种讲法的吧？好啦，一定要等到团员先生央三托四了，才勉强应讲，死到边看，死到边看。湖口公学校果然伫咧9月初就开校，开校庆典的下早。一透早，东南的母亲，东南的母啊，就甲东南洗面洗手、热头针，甲伊换清气的台湾衫、台湾裤。若一幕少爷嘛，共款伫咧整理伊的衫裤，敢若看到江荣志伫咧客厅内底泪喙手看册哦，是泪喙手还是热喙手？应该是热吧？什么染什么黑？看应该是即字啦，迄就是热的动作吧。当然，热这个动作，对啊，热手，热拢是热啦吼。那个热，台北新所属嘛有烧热喙手，个烧嘛。烧热喙手，佫有啥物意思？你敢若找一字的，一大堆资料造出来。热落来，好啦，可能用口语来解说安尼。江良志，敢若看到江良志伫厅里热伊的喙手看伊的册，一点也无改变平常时早起读册的习惯。等到要到的时，那无啊，日上三竿即个。三竿，日头晒尻川，我这应该，我会记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才对。日上三竿，敢若会三竿啊，敢袂使两竿五竿，我毋知有竿无啦，我毋知啦。就讲迄阵是一个算时间的单位啦，只是直接讲日头晒，安怎煞无去？靠！这个这那也算。对啊，日头晒尻川就日头晒尻川。等到日头晒尻川庆典的时期要到的时，江永志甲东南叫来面头前，一幕少爷嘛对咧后壁来。江永志甲东南抽来骹腿边，梳伊个头，看伊穿得比平常时佫较闭杂，也一直咧顶头甲学落起来。然后就举头对一幕少爷讲：“我有答应过团员先生讲，今仔日开校庆典我会去参加。但是下早起来时阵，我常想起了一件代志。你暂且带东南去，其他的人行路较慢，我随后就去。我有代志要甲夫人吩咐。”听到江良志的话了后，一幕少爷就佫检查伊副一蕊目镜人的老花目镜，带东南
顺新开好的石头路去学校。沿路上，当然蹦蹦跳跳，应该是欢喜甲着吧。这是欢喜甲着的迄个情绪啊，蹦蹦跳跳，蹦蹦跳跳，蹦蹦跳跳。无啊，无啊，歹势拍毋着字。青跳跳，迄是真欢喜的动作，对啊，蹦蹦跳跳。哦，三跤跳两跤跳啦，三跤跳，真欢喜的跳。沿路当然就三跤跳两跤跳。伊要去即间新学校上课的梦想，总算讲会当达成啊！伊透死人从来就毋捌遮快活过。袂讲快活吧，快活应该讲乐跳。当然，中文的快活甲台语的快活无一模一样啦。你要甲伊当做共款事嘛，是袂使，只是应该是安尼讲，伊透死人就毋捌遮尔乐跳。来到学校的门骹口，一幕少爷含当然早就看到门骹口迄丛加冬树骹有白骨的10外只的马，选哦，这应该选择应该就是，我就讲要用迄个中文的理解，真正是选这个词，顺安哦，顺，啊，不是顺的，中文毋是这么顺啊。链条嘞，个啥？酸。这中文的酸，无伊啥毋是迄种的，嘛真奇怪。伊个马后是马色，马色是牵咧，马色是连咧马，还是甲锁啊？用锁啊甲马绑掉咧？啊，伊即摆用来拴在树上，我就感觉怪怪。好啦，一幕小爷含当然早就看到门骹口迄丛加冬树骹有白10外只的准马吼，拢是新德州厅的日本官员含警察按城里徛来，有白有乌的有朴实的，也有赤仔色，拢真不安，伫咧摇头喊尾，要甲身躯顶的护神赶走。当然惊去互马踢着，甲一幕少爷的手牵咧。远远就踅过树仔的另外一边，行入去学校内底。庆典要伫迄排学校宿舍、校舍、校舍，阁有啥物会使讲法？伊迄就是学校的建筑物嘛，只是咱大部分拢直接甲伊讲校舍啊，只是校舍直接讲校舍。校舍 ，school premises，school building， 直接讲校舍。校舍。
件是讲校舍，校舍个校舍，好啦校舍。庆典要伫迄排校舍当中上大一间教室举行，教室个头前有放一块长桌啊，有铺一块清气的白布，桌个倒手边放一支大花杆，花杆顶有插几支啊黄色个大菊花，桌个后壁有摆2排有平的绒仔椅。当一木少爷和东兰行入去教室的时阵，还佫空空的，行入去教室的时阵，还佫无满个人坐伫遐。啊，若教室内底的细条椅啊，颠倒坐袂少，乡里的人，啊田伯啊，啊土伯啊，白番公拢来啊。坐伫咧阿田伯啊两边的春生和秋生，一个看到东兰。就甲伊握手，当然就白番公的周围上咧，无看到水星的影。才过无偌久，迄教室就已经坐甲甜甜的共乡的人，无位的人就徛去教室两边边啊，或者是后壁的空间去。过一困啊，连徛的空间也无啊，所以就只好徛去到教室窗仔外的走廊。等无偌久，就来7、8个日本的文官和武官，团形先生也伫因当中，因大部分拢有留一仔短喙鬚，戴金边的官帽，阁有挂镜，有诶配底镜，叮叮当当，威风凛凛，行入来教室。3355，零零落落，这个来讲。3355，零零落落，当然绝对是无可能讲伫你6啊，因为这7、8个嘛，7、8个就是啊3岁啦，3岁行入来尼好，我看下，零零落落，坐甲人人，西人，讲啥物货？样样。男男女女，离离啦，这一定是离离啦啦，伊这是要一个相对较正面的描述嘛。啊嘛有可能就是，迄7、8个来的时，就是哪行哪开讲嘛，3、2个，还是2个，就是怎讲？袂使讲一对一对啦，就是像安怎讲 ，random 的嘛。等于是，这7、8个日本的文官武官嘛，骑马嘛，10几只的马嘛，骑马来嘛，伊可能无汽车。迄时阵，这可能是19几年的时阵嘛，1910年进前，所以迄阵还无汽车嘛，都是骑马嘛。啊，所以骑马伫咧官厅内底就是同事啊，同事啊平常时也就开讲，所以来到学校准备要仪式进前，就是小开讲一下。所以这7、8个就是。哪行哪开讲啊，所以有诶配长镜，有诶配短镜，叮叮当当，威风凛凛行入来教室。这7、8个人就3岁头前排用仔椅坐落来，尾啊就阁有湖口和红门庄两乡诶客家人、区长、保证一寡人，有戴乌色诶碗帽啊。这是啥物帽啊？我毋知影。黑色碗帽，袂输那一块碗的帽啊。好啦，碗帽看嘛，敢有一种碗帽，我毋知。迄时代迄种砖塔，可能敢是爱安怎讲？有啥物？迄条做啥？砖塔还是啥物风俗，还是啥物册有伫咧讲遮会穿插的物件。School cap， 碗帽啊，还是碗帽啊？无边的便帽 ，School cap，SKUL School cap， 碗帽啊，敢会是中国式的迄种的啊？
伫迄个什么戏出内底，敢若捌出现着，袂输那一块碗咧，也无边拢无着对啊，毋是讲参像迄什么贝雷帽，还是什么鸭舌帽，还是什么渔夫帽，无，即个敢若袂输那一块碗咧，倒壳要头壳顶。乌色碗帽啊，伫咧，穿乌色的包围，啊，佫穿乌色的长袍马褂，这应该是算啥？敢算登山哟？长袍马褂，伊即个时阵有迄种，因中国人迄种叫做啥？想法看法吧，所以就感觉讲安尼较正式就对啦，敢若是安尼，所以长袍马褂，对吧？国自伫咧后排会用啊伊坐落来，这日本官员和台湾的乡绅就开乡绅哦，乡绅是算地方的头人啦，只是有当阵啊，乡绅出名的头人也是乡里老大，乡里老大，好啦，有龙高雄的讲乡绅，乡里老大。伊毋是官职的嘛，是就是一般的民间人士而已啊，草地绅士，乡里老大。所以，这日本官员和台湾这乡里老大就开始握手小借问，因为言语袂通，两边的人大概就拢做手势伫咧交谈。敢若团体先生有在了通两边的语言，就自然做去通译。念伊甲即边的日本话翻译做客家话，传去迄边的耳孔去；念伊甲迄边的客家话翻译做日本话，传来即边的耳孔边。有一阵两边的人小可点睛一下，团体先生才有闲通好四界看看，左顾右盼，这嘛右盼，所以翻译通译这是真专业，佮真安怎讲麻烦，讲麻烦，讲爱足注心的啦。两边来到咧讲啥呢？所以这个时阵，四周围看看的时阵，忽然间目头夹起来，皱眉蹙了，目头夹起来，就讲教室内底这个村民溜过，伊看到一木少爷和东兰，就起身离开头前排，用啊伊行去到倒仔骹的遐个村民乡人群来，桌下的乡人群，好啦，就行来到台前这个人群，等伊来到一木少爷面头前，就伫伊耳孔边细声问伊讲。两个哪会无来？有一个大话要留伊坐呢。伊讲尾也就要来啊，讲要和夫人吩咐几句话也就要来。一木少爷就咧回答，敢若吩咐几句话啊，那个毋紧来。团员先生就讲，目头搁较夹，伊感觉是重要人物。这个时阵，门口声哪雷的号令，教室头前坐的日本人就拢紧徛起来，无啊菜乱，徛甲停停。袂输那电话条啊！迄个后排区长和保正也摇摇摆摆对你徛起来，最后才是伊讲桌子底下，用这个桌子底下的感觉，看真正是相对下迄种态度啊！袂输这日本官员拢坐咧，因遐逐个拢跍咧涂骹共款。无然因遐是小学生，当然椅仔较细只，啊，毋过用底下这个词。怪，或者是迄是伊中文的讲法。好啦，教室其他的乡民就七零八落，
708落，怎样讲？无介精细，感谢你讲。你这个真正是哩哩啦啦啊，甲对只迄个零零落落吼。头前迄个7、8官员零零落落，即摆这个真正是哩哩啦啦，感觉哩哩啦啦，伊要徛徛呢，敢若嘛？最后才会传明，吼，细细散散，慢慢啊徛起来，大家拢禁气无声，看到一个虎形霸腰的武人，含一个真文雅、修巧文人，彪形武人与修巧文人，这是要对角，所以霸形虎腰虎腰霸形还是什么货？彪形大汉嘛，应该是彪形大汉吧？就看到一个武人和看起来文雅的文人，伫咧教室的门下口互相鞠躬。迄个武人才一个踏入去教室，迄个武人才踏入教室，文人就对伫咧后壁行入来的时阵，即个时阵听见有人伫咧当然的后面的耳孔边讲，这就是厅长和校长啦。一定厅长和校长伫咧座位坐定，大家才对咧坐落来。团员先生也随走转来教室面头前，为厅长和校长做同意。开学庆典头先由厅长来讲话，伊讲一句，团员先生就用客家话改翻译一句。这个厅长白涩涩的头和白苍苍的喙鬚，伊毋但胸坎挂满勋章，而且佫车派一条三色的大繡带，迄个什么意思？就是国家认为对伊有国家认为伊对国家有贡献嘛？什么大寿章啊，什么大寿带，什么个的，所以寿带。除了勋章是一粒一粒的嘛，迄个派的迄个带是较大条的嘛，所以里头是繡带，所以繡带。来记就拢听啦吼。你读这个《龙德山》，你有兴趣通去看，应该是兴趣较精彩啦。小说是另外一种较无相款的。一条一条。会不会这是个公交啊？我应该讲，因为改写做大寿带啊，所以大寿带，伊迄是等于是国家互伊的一个算啥荣耀啊，无伊无大寿带，所以敢若有寿带，变成讲只好教字读。教字读，李梦，所以是李梦，嘛是啦，只是大半细半的前差尔嘛吼。好啦，佮车挂一条三色的大条李梦，两个金架头金脚是黄金的流苏，金光闪闪，看甲当然规个目睭戴甲大大蕊。嘴也开开，瞠目结舌，看甲目睭戴大蕊，嘴也开开，所以瞠目结舌。瞠目结舌，目白舌吐，目甲白白舌啊吐吐。
6马字头，好啦，4字对4字安尼。厅长话讲完，就你这中文怪怪。厅长说完的话，便跟着校长训话。所以，这个跟着应该是接下来啦。厅长讲完就换校长训话，这个校长有乌心心的西洋头，啊，搁有一双夹鼻细框眼镜，所以伊甲目镜当做双哦。因为迄个像是敢若配一蕊目镜人的老花目镜，哦，迄个叫做一目少爷。啊，即摆即个校长是挂目镜嘛，啊，目镜应该是一副啊，所以迄副目镜是夹在鼻仔的嘛。有可能是迄阵无迄两支反光会使挂伫耳孔边，就敢若夹在鼻仔的即种夹片的幼轻目镜。吼啊，一束文管乌条的制服，配一支底剑，差不多35岁，规面斯文，声音真响亮。无讲几句话，就互人完全折服，完全折服哦，就是声哨有够就对啊，所以折服。算讲，我都压倒进人就对了，压倒进人，折服。啊，互人困服是安怎讲？赢人的心，佩服，互人真佩服，互人真佩服。所以讲着无几句话，就互人真佩服啊！眼前遮尔侪重要人物咧穿插，遮尔威武的服装来参加学校的庆典，随后当然感觉即间学校的开校是一件真重大的大事，隆重的大事，真重大的事件。若会当入来即间学校读册，又阁是互人偌尔啊光荣和骄傲。可惜阿爸袂当来参加即届的庆典，当然就家己咧想。若无看到遮个金帽啊、勋章、长剑，一定会亲像我感觉到戆影和快乐。庆典结束了后，学校就办到请城里来日本官员和户口甲阿毛庄来的地方头人，若村民就家己转去啊。一目少爷也带东兰转去到厝里，一个转到厝，东兰就四过去找因老爸，想要甲伊讲开学庆典看到的状况，却四过拢找拢无。行出去房间，行出厝了，就看到因阿母伫咧广场下一口水井边洗衫，伊就向伊行去，来到伊的门头前，问讲：阿娘啊，阿爸倒位去啊？因阿母就讲：我拄则看到行顶去啊。当然就白番公的厝走去，翻过西过厝后的德篱笆，就迄个行顶冲去，来去到山顶，所发现着因老爸坐伫咧一丛破布子树骹，天顶伫咧飞的两只麻雀，当然气喘喘冲过去。江永志也随听着伊的脚步声，慢慢压头，就先开嘴问伊讲：你含一目少爷有去参加庆典无？当然就点头，颠倒问因老爸讲：阿爸，你哪会无去？传信先生咧问你啦，讲有一位大位要互你坐。江永志就苦苦笑一下，也无回答，大大吐一口气，就又搁抬头天顶迄两只麻雀。
看有一困了后，才阁慢慢压头对东兰讲：你以后就是去公学校读册，暗时转来又原爱继续和阿爸学汉文，知无？东兰就大力点头，回一声知。江龙志才知意啊笑起来，会心微笑。这个会心微笑，我一开始学到这个会心微笑的时候，他们讲嘛，不知到底是咧会什么碗糕的。毕竟我是外国人啊，学这种中文真正唔知是咧学什么。会心微笑，会心微笑，拍摄看到。就是应该是在意的款吧，无还是有所理解，啊，敢真正理解毋知啦，因为有当阵啊，这个啥啊，他是白痴造句法，社会心理学，这是我要找啊。我是想应该是知影意思，对啊，知影意思，知影意思笑一个，所以就是江良志才知影意思，微微啊笑，伸手去揽东兰的腰，甲伊扭我来坐伫伊身躯边，然后两边仔囝就同时间举头起顶，就加一阵仔微风，甲迄两只肉叶就袂输飞得搁较悬啊！看卖啊，第三集使搁读好，过来第三集。湖口公学校打开始，敢若有2个1年级班，当然春生、秋生拢编伫咧同一班。啊，若水生因为白番讲无爱互读册，啊，就无来学校上课。当然，这一班总共有50几个学生，因为是收容附近一带毋捌读过册的学生，所以就按满岁6岁以上到20几岁大人以下不定，拢坐伫咧同一班。虽讲关系差诚济，高矮悬殊，参差不齐。高矮悬殊，参差不齐。参差不齐就是怎样讲？大细汉差真多，叫参差。讲这个囡仔有诶大，有诶细。后边那卖我刷。这个囡仔参参插插，参参叉叉，参参叉叉，有诶大，有诶细，所以就是这群人大细汉差真济，有诶大，有诶细。敢若大家拢共款无读过日本册，只好就积一个共一班。你敢知影坐你上后壁迄个上悬大诶叫做啥物名？有一天春生偷问坐伫咧头前诶东兰就含秋生，拢坐来，东兰就你知伊几岁无？我听你讲已经23岁啊！你敢知影伊已经结婚啊？真诶哦，这我就毋知影。东兰就真戆领咧讲，而且已经有2个囡仔，真诶哦！哇！东兰就喙仔开开，用真敬畏诶眼光回头看李正义一眼。1年级主要诶功课是算术，这边讲算术，因为
有当初迄个啥，伊个科目的名称啦，伊个科目的名称，迄个时阵敢是数学，我袂记起啦。我无读过，我毋知啦，袂使讲袂记起啦，我都毋知影。当然，算手。算术，确认迄个像三里干乃基讲的，对啊，因为伊讲头前个是啦，高矮悬殊参差不齐，就是有诶悬有诶低无毋对，有诶大有诶细嘛。伊就讲迄只要满6岁，毋捌读过册，拢翘做一岁，所以有20几岁，所以除了年龄范围遐尼大以外，大细嘛差足济，所以伊诶中文改写高矮悬殊参差不齐。毋过即个高矮悬殊参差不齐，除了大细汉以外，阁有年龄的济甲少嘛，所以这当然要用一句话也是几字简单带过，这嘛是想要有诶下吼，有大长有细汉安尼，所以即个当然当满6岁尔，吼满6岁过安尼话7、8、9，较无2、3个月，吼一个23岁安尼，吼，真正就是三里讲迄是菜市夜市买物件，迄个就讲即嘛三不定，这三不定。当然，伊有足侪种意思诶啦，总是伫即搭遮凡世嘛会使适用哩。我记就是伊讲，一年级生主要诶功课是算术、日文和汉文。算术由一位日本先生教，若日文和汉文就由即个传信先生教。因为传信先生连翻译就会当做，教初级诶日文是倒顶年感诶代志。若汉文因为无啥物汉文诶教材，伊就随意教一寡日常简单的中国字当做汉文，若汉文一律是用客家语来发音，用客家话来教。鸟爱食鱼，传人先生用一支藤条举乌帮，用客家话对学生大声朗读。我是无材料读客语啦，所以有材料读当然就读，无材料读就干会使读做台语啦。鸟爱食鱼，是鱼，我毋知是，我感觉伊可能是是吧吼。鸟爱食鱼，下底所有学生，包括迄23，包括迄个22岁进入，就异口同声对咧复诵，异口同声复诵，就对咧读念就对啊。所以有当阵啊，有当阵迄个啥，这真正是有当阵啊，毋知要安怎迄种诶。复诵对咧读念嘛，当然你讲教字读复诵，怪怪，异口同声呢。异口同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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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拢讲共款，大家拢做伙讲嘛。简单讲就是大家拢做伙讲啊。伊老师就讲啊，叫大家做伙读啊，做伙读当然就是读做伙啊，异口同声，就是异口同声，敬人讲一声。下骹所有学生，包括迄个22岁的进入，就做伙对咧老师读。狗爱食肉，狗爱食肉，牛爱食草，较大声咧。当然伊用客家话咧讲啊，就是用客语，即个叫啥？婆罗本，即个客家说。牛爱食草，猪爱食喷。下骹所有学生拢大声唱，袂当唱，不许笑，即个不许笑。当然客语有客语的讲法啦。
毋通笑。团员就大声伫咧骂，同时间就按桌顶摔一个，伊毋是举一支藤条嘛，对，摔落去，结果讲低爱甲喷，所有学生就低爱甲喷，忽然间雄雄真拍拼，大声在咧念。有一天，团员先生伫咧黑板写一段汉文，其中有比空之鸟，魂歌飞扬，楚敌之鱼，欢乐无比4句。这当然是我家读做台语音啦。因为所有汉字你要读到台语，读到客语，拢嘛会使读啊。什么卡咧索兰哦，土里哦，魂歌飞扬吼。团员先生就照咧，摕伊的藤条，教学生囡仔骨落改，感觉大家拢会晓念了后，就凊彩点一个人念一句，按头开始念。春生后一句，团员先生就用藤条记比空之鸟迄4字，比空之鸟，春生就徛起来，细声念，字仔吐吐咧，就搁坐落去。当然后一句，团员就煞咧讲。魂歌飞扬，当然听起来真清楚，又搁真大声伫咧念，真好。团员先生就搁大力点头。秋生后一句，滴鱼，秋生徛起来，歹势啊歹势咧念，较大声咧无听到，团员就大声喊，按桌顶摔一个，互秋生阿妈棍。按3字揪落去，伊袂说敢若摔你阿妈棍，惊一个揪落去安尼。滴鱼，秋生虽讲较大声，抑毋过搁较惊。畏色哦，就是有当阵啊，就是一寡学生囡仔可能会较惊老师安尼，大声说安尼，所以真正是毋知要安怎好。畏色。当是畏畏缩缩，还是啥物揪入去吧，还是安那瑟瑟发抖迄种的吧？啥物滴鱼？毋对，是楚敌之鱼。来念楚敌之鱼。团员先生真生气咧讲，气甲规个面拢红红。滴鱼，可能大字的款，惊一个大字。秋兴共款安尼咧念，毋对，是楚敌之鱼。念。团员先生就真大力伫咧讲，藤条摔咧，这个摔到背还是手，准备要迄种的，好啦，藤条举咧就行去到秋生的面头前，滴鱼，秋生安尼重复，但是还未等伊念完，团员已经忍袂了，就使性地甲秋生拖去教室的面头前。大力甲摔落去，拍甲秋生是哀袂叫母，鼻屎讲流，才放伊转去座位坐。进日后一句，团员犹原用藤条记秋生还未念完的楚敌之鱼来讲，敌之鱼。进日徛起来来念，毋对，是楚敌之鱼。搁念一遍，团员讲敌之鱼。进日又搁无变，伫咧念。这根本是因为客家话这两字是共音嘛？这个楚敌之鱼的客家语念袂清楚，这个春生一直念敌鱼，这个进22岁啊，嘛是搁念敌之鱼安尼。我以为我无确定客家话安怎讲，我毋知影。团员先生就无搁讲啊，伊气喘落台，冲去到进日的面头前，差不多强要。藤条摕着要甲摔落去啊！才发现着进入鼻佫较悬，鼻佫较勇，惊拍袂赢伊，有失师尊严，对，叫啥？悻然走回讲台哦，就气喘，行转来讲台顶，甲藤条按涂骹摔，按藤条甲涂骹扣，双手摕伫咧桌面，口洗对徛伫咧教室上后排的进日讲：进日，永远的进日也无进2，也无进3，永远慢慢啊进，是要进到第时才会进到头啊！
真可怜，连名都提出来互考试。讲完了，也无阁叫学生念后一句的欢乐无比，就甲手的粉笔符飞飞，手扣咧就行出去教室，拂袖而去的意思啊。这个拂袖，伊迄个时阵可能阁咧穿迄种什么中国传统的迄种汉服啊，是啥物货吧？所以枪尾阁足大的嘛。啊，因迄个中文就有一个什么拂袖而去啊，什么我毋知什么拂袖，我等下读拂袖咧，就是等于就是气喘出来的概念啦。是，对啊，枪尾咧，气喘出来就对啊，所以拂袖而去就是走，所以。枪背咧气喘喘走去，应该是安尼啦。对当然，即种年幼的学生，当然一般年幼，应该是病仔幼稚啦，因为才6岁尔，啊，这22岁，所以即种知识的程度差不多，也毋过大肠无大肠，迄个清差，你要甲放做伙，其实有一寡困难的所在啊。因为讲22岁，即个伊只不过是袂晓讲日语，袂晓读汉文以外，伊的日常知识应该是有的啊，对无？尤其人已经娶某，佫生2个囡仔，你佫甲伊当做5、6岁的迄种囡仔屁伫咧教，迄嘛足奇怪啊！应该是爱去读迄种什物夜间学校哟，还是暗学啊即种的嘛。所以就讲，对当然即种较幼稚的学生来讲，传承先生的汉文和农村生活的代志，事项项拢搭成一片哦。这是搭成一片是啥？就是共款吧，可能是安尼吧。搭成一片，应该就是日常生活当中，伫咧教室内底会使看到安尼啦。啊，只是教学上讲就是讲，你日常生活当中会使看到，啊，只是日常生活当中无字通看嘛，你敢若知影声音嘛？即马变出字互你看，互你知影讲是有字的，毋是无字安尼。所以打成一片。内容配一到1.1到0.1。咱无看哦，正做一体，所以就是在讲，对亲像当然即种遮尔幼稚学生来讲，传承先生的汉文，就拢含农村生活的事项正做一体，所以伊若感觉非常简单，而且有意思。但是对于有念过几落年私塾生，但是有读过几落年汉学的老大学生，就是较做伙遮学生嘛，就颠倒感觉真无聊，肤浅而无聊吧，就是肤浅啊。所以应该是讲，无啥趣味啦，吼。肤浅，就伤粗浅，应该是粗浅，可能是讲粗浅。浅薄的性质，浅薄，肤浅，浅薄。
普面，王教授修这个书，浮浅，台语是甲伊讲出来，浅显浅薄，皮啊，皮啊，皮啊捌尔。三个加无见啊，就是无物件，无深度，所以可能会使讲，对有读过几落年汉学仔遮个较侪岁学生，就感觉真粗浅又阁无聊，无偌久就失去上课的兴趣。团体先生为着弥补即个缺点，就参详得到校长的同意，请古典秀才来另外传授较深的汉文，通弥补团体先生所教的不足。古典秀才打开始就教因伫各地方的前后出师表、倒弯面的归期来词，以及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。赤壁赋台语敢若读？壁赤壁赋是啥物个？赤壁赋，第三条赋，所以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一寡较艰难的古文，讲解甲真详细。年岁较有，而且佫有读过几多年汉文的老学生，就准讲听甲真趣味。但是对年岁较细的同仁，或者是按善乡来，又搁驽钝的进入，就完全是马逆东风，完全听无啊，也听落。颠倒是尾啊，亲像杜牧的阿房宫赋的诗赋，准讲是无理解，但是韵律协调，还佫感觉有意思，所以就含古典秀才学一年的汉文了后，当然啥物都无学着，干会晓背几句啊，亲像列王毕、四海印、蜀山韵、阿房出即种简短顺口的诗句尔，所以做拢学无。所以这有当初就是安怎讲，对无？因为孔子讲一直淡仔咧讲爱啥物货，因材施教哟，就是讲针对无共的人，提供无共的教材嘛。也毋过有当阵啊，到底安怎毋知影。好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是毋是？我看下后壁即集第4集敢若几个啊？我真难咧读，可能是对会使看下。因为我拍算即种第4种是小铁拐的往生就是小铁拐未出场，哇，进前出场啊啦，即摆就是伊要结束伊的生命，所以还未出场呢。所以第4集即个伊拄则咧读，好啦，我佫吹落去，佫吹1集，第4集。好，水星因为当然春生、秋生拢去到湖口公学校读册，伊就怎孤独起来，孤呢？无端孤独起来，这是用中文咧写呢，真正是可怜啊！伊就怎剩家己一个人，因为实在是太无聊啊，而且有当阵啊爱搁带，有当阵就免不了带小铁拐来学校附近巡回，应该讲联回啦，而且讲巡回就感觉怪怪。当然好啦，中文的巡回啦，我就早来才联回啦。甚至有当阵啊，覕伫咧教室的走廊，偷听按气筒传出来隆隆读册声，然后就等下课的钟声响，和
按教室走出来，当然因算几十分钟啊。放学的时阵，就做伙行路转去厝里，因为沿路当然因拢伫咧讲学校内底的新闻。无偌久，水星对校长传讯先生古典秀才的趣味代志，甚至连迄个老大哥进伊的代志，也听久了后嘛真知捌啊。有一天，古典秀才伫咧上课的时阵，当然发觉坐伫咧后面的春生用鉛笔tweet的较少伊翻头去甲看的时阵，春生就甲伊使一个目尾，用鉛笔指向教室后壁的小气窗。小气窗应该是教室有迄种大礼堂啊、小礼堂啊，是安那。等到当然看的时阵，敢若看到春生的半粒头伫咧迄个窗仔顶，另外一个窗仔有一个青红的毛蟹伫咧顶个大叶海，袂输伫咧壁顶白相款。当然就了解意思伫咧笑，因为因囡仔上爱食就是毛蟹，特别是秋生搁较枵塞，一个听到毛蟹就流喙烂，所以当然一滑头过来，就拍伫咧身边的秋生耳孔边，偷偷对伊讲：水生又搁掠着毛蟹啊，等下咱搁会使大食。秋生一听了，就翻头去偷闪一下，只啊喙齿露出来伫咧前喙唇，就感觉喙烂插插冰。一个上课煞，三个囡仔就册包仔拍咧冲出来，水生含小铁拐早就等伫咧教室门头前迄丛加冬树骹，因三个囡仔就对伊含狗仔冲过去。当伊来到水生的面头前，秋生看水生手里空空，也无看到迄只红光光的毛蟹，就目头盖甲问水生讲：啊，你的毛蟹走去倒？免急啦，反正我也无甲食完，反正我也无甲食掉啊，你做你放心。水生讲咧，就小可掀开伊迄领破衫的胸坎，互因三个囡仔看。煞有看到，敢若有看到三四只红光光的毛蟹，搭伫伊的腹肚皮，袂输伫咧伊的腹肚皮白。秋生一个看，就喙笑目笑，大声喙笑目笑笑起来。因就做伙行去到土地公庙后壁无人的边仔边，坐伫咧迄丛灵荫树骹，水生就甲紫色的毛蟹一只一只按胸坎摸出来，将拄一只互因，大家就食甲真趣味。水生，你为啥无爱来含阮呢？水生，你为啥无爱来含阮做伙上课？你实在应该爱来读上课啦。那一只大毛的翅仔骹，即来讲翅仔，这是毛蟹啊，好虾仔骹，啊，毋是虾仔骹变虾啊。所以，甲一支有大毛的毛蟹骹食完，当然就向问水生：你着知影阮阿公无爱我读册啊？水生就无无伊讲。春生问讲：为怎伊无互你去读啊？伊要叫我大汉含伊做伙做田，所以就定定对人讲：我白纸写乌字啦，一字也毋捌一画。但是种田婆罗门的人向我的材料赢我，伊无爱阮读册啊。你敢爱做田？当然又搁问，我无爱做田。啊，你爱做啥？我也毋知。啊，管他伊啦。水生就望小铁拐尾溜伫咧讲，大家就无搁讲话，就敢若顾咧耍毛蟹。秋生食甲上认真，已经说完一只毛蟹讲，又搁伫咧说另外一支讲。水生看伊食甲真枵塞，拢无讲话，就想要甲口说一下，对伊讲：秋生啊，啊你哪会遐尼笨桶，连即个处地之鱼都念袂出来？你看，我即个无读册就能念会出来，迄是因为你伫外口念啊。若徛伫咧传讯先生面头前，看你敢搁念会出来？秋生就甲水生撩一下，继续
应该是这唔是六，应该是青啦，那个青，伊叫吐一个上袂爽的看法。秋生就甲水生青，就继续述伊的第二期讲。啊，即马敢佫念袂出来，水生依然佫咧甲秋生哭，哪会念袂出来？楚敌之鱼，秋生伫咧讲，有淡薄仔样的意思。吼，你若早就安尼念，就袂去互团体先生说啊。水生佫甲哭落去。当然，和春生听完就拢伫咧笑，等到秋生是面仔红红，袂输伫咧，袂输和伊喙里迄支讲比斗红的。啊，进入最近安怎？水生就转向春生，解一个开口伫咧问，伊无来读啊呢？春生讲，啊哪会毋来啊？也毋知是册袂晓读，还是厝里做田欠口手，才毋来。迄一天，因某牵一个囡仔，脚趾边佫爱一个婴仔来找校长。团庭先生去做同意，也毋知讲啥，第二天就无佫来啊。春生伫咧讲，可能毋读啊较好啦。等若读到毕业的时阵，恐惊拢爱做阿公啊。水生伫咧甲口细讲，当然和春生伫咧笑。连秋生也伫咧笑，啊！若迄个甜点最近安怎？水生又佫问春生，倒一个甜点啊？阮班有2个甜点呢，一个是12岁老甜点，一个是8岁小甜点。你是咧讲倒一个？春生咧甲问，迄个较大迄个啊，真爱读册迄个啊。水生连不讲，也毋是相款。春生就讲，也毋是相款，有淡薄啊，这个啥？不学习，安怎讲？毋是无意，是敢若真这不学啦，坏还是啥？不学，不顺，怪真假袂言，不学。看袂起，袂眼看，看袂起，用看袂起的目神眼一个，所以就是真不屑的神情，用看袂起的眼神伫咧讲，逐工。一透早头一个来学校，也不管有人无人，拢一个人伫迄丛家人树骹念诗歌。啊对啦，当然就插嘴讲，有一摆我较早去学校，拄好碰到伊伫咧背诵古典先生教的一段话：主曰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每一句拢爱念4遍不可啦。干嘛呢？水生讲咧，就按涂骹跳起来，甲头垂落去，将手压伫咧后脚趾边，目睭刻伫咧挤目眉，假做一副真聚精会神，靠北聚精会神，聚精会神。聚精会神，聚精会神，真注心，对啦，注心 ，concentrate， 真注心，聚精会神。聚精会神，真注心，真注意，所以敢是安尼，
喙心伫咧讲，按涂骹跳起来，头垂落，甲双手背伫脚趾边，目睭揢揢，目头直咧直咧，假做一副真自信的模样，伫咧树仔骹行骹花，搁那念春生春生春生，秋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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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东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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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铁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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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！咧学这三四个人的名呢。三个囡仔人，就头向天，又搁揽了笑甲规悬。啊，若小铁怪本正是捌伫涂骹底，听见秋生竟然也 call 伊的名，就耳仔掠直，雄雄徛起来，对囡仔的笑声，袂输那伫咧塞奶背骨的声，搁拼命伫咧摇尾溜。哦，这算讲狗也通人性啊，因为有当阵啊，迄个啥，狗是对人嘛，所以人咧边仔咧讲的时阵，伊也有一寡理解就对。所以第四集可能就是读到这呢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《龙德传》的第二部德读到第四章的第四集。暂时先读到这，感谢收听啦吼。好，关房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这个部分来做停止，点半前，啊，煞无去，看来煞无去。那条线的，啊，算了，才要对去。